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伫当地时间13，联合国伫咧加沙南部拉法的纽什分发中心，去互以色列的军方空袭，上无有5个人死亡。加沙的卫生部表示，目前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1000人。也那以色列的国防军发言人士对外讲，当咧计划甲拉法的140多万名居民刷去中部的人道主义岛，不过因无讲这时间爱偌久。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关调位伫加沙南部拉法的纽什分发中心，因为遮拄啊，互以色列的军方空袭。加沙地区拢总有230万的人口，目前有一半拢伫拉法避难。联合国指出，这场攻击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，22人受伤，死者包括至少1名联合国难民救济处的工作人员。以军表示，空袭是因为有哈马斯武装分子藏伫纽什中心，负责向哈马斯提供以军为例的情报。不过，哈马斯否认，佮谴责以军扰乱救援物资的分发。حرام احنا مؤسسة دولية يعني احنا كل هذا عشان الناس لو بطلنا نروح ننام في دورنا ليل نهار في الشغل ليل نهار في الشغل عشان خدمة اللاجئين حرام 伫华府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指出，美国还未收到有关这个事件的细节，也毋过强调以色列有权爱保护人道援助工作者的安全。The Israeli military, 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ve a responsibility and an obligation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ensure that the humanitarians can do their job. And among other things,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if there's a humanitarian facility that's clearly identified, it's not struck. 根据哈马斯卫生部的数据，去年10月初起，以哈冲突到呾，以军向加沙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31272人死亡，其中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。伊斯兰在解会已经开始，原本美国、卡达甲埃及集中协调，希望以哈伫在解会进程达成停火协议，显然无共识。联合国指出，加沙地区的粮食供应特别无啊。英国外交部13表示，有150吨的物资已经进入加沙，也有大约6个阿拉伯甲西方国家透过降落线向加沙空投物资。当地时间13暗，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声明，以军当计划将拉法地区的140多万民众大部分转移到加沙中部的人道主义岛，佮提供临时住宿、食物、水甲其他必需品，也代表以色列会对拉法进行清场行动。不过哈加里无讲确实发动攻击甲转移居民的时间，只强调以色列会伫适当的时机行动，佮需要先甲埃及达成协议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